在地人在地前来讲，国姓乡因为寒流带来水汽，国姓乡9份2山上梅花所在，目前的花开差不多4成，规条山头拢是白色的花，真正是有够水。为了要游客有更较好的赏花品质，国姓乡公所将于元旦，也就是1月7连续假期开始，伫假日进行这个单向交通管制，同时各社区在地新鲜的这个青菜，为游客做上好的服务。 国姓乡9份2山赏梅区一片白茫茫，伫咧山顶的九江茶厂有上好的观景点，有真侪游客拢利用非假日上山来看花海。我们这个梅园是环状的。即嘛是国姓乡的咖比草莓、枣啊，佮有沙糖柑的产季。国姓乡公所农经课表示，赏梅期间，南港社区嘛准备优质的社区产业，同时佮有在地农民种的菜色，欢迎游客来支持。这个蔬菜啊，又新鲜又大。 来看梅花啦，就是说来佚佗，带一单路转去。因为9份2山周围的道路歹火车，国姓乡公所伫咧元旦连假、甲刷落来放假日，拢会有赏梅区的交通管制。到时候来赏梅花的人，也希望能够遵守我们的交通指挥。趁着好天来赏梅，佮有多元丰富的农产品，通过做单路，是旅游的好选择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